大家好，我 PK 大師繼續新節目 PK 廣東話歇後語第二集。今集嚟講一講廣東話入邊一句好有趣嘅歇後語，豬乸戴耳環。呢句話聽落好似好搞笑，但佢背後有咩意思？點解會有呢句歇後語？等我同大家慢慢拆解，仲有個輕鬆嘅小故事同你哋分享。首先，呢句歇後語全句係豬乸戴耳環，不倫不類。喺廣東話入邊，歇後語通常係兩段，前半段係一個比喻，後半段係解釋。豬乸戴耳環嘅畫面一諗就覺得好怪，一隻豬肥肥白白，點會戴耳環啊？耳環係人，尤其是女仔用嚟扮靚嘅飾物，點樣都同豬扯唔上關係。後半句不倫不類就話明咗呢個組合完全九唔搭八，亂七八糟，格格不入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會點樣用呢句歇後語呢？舉個例，假設你見到有人着衫好怪，例如着住西裝但配對拖鞋，你可能會話：哇，呢個碌真係豬乸戴耳環，不倫不類。又或者有人將一啲完全唔相關嘅嘢攞嚟一齊講，例如話食飯要用筷子同叉，你都可以笑住話咁亂咁配，豬乸戴耳環咁不倫不類。就例如河馬平時嘅衣着就係豬乸戴耳環，不倫不類。咁呢句歇後語點樣嚟嘅呢？其實歇後語好多時都係從生活觀察同民間智慧而生。雖然豬乸戴耳環冇一個好確切嘅歷史故事，但可以推測佢同廣東人嘅幽默同實際嘅性格有關。喺舊時，豬係農村好常見嘅動物，豬乸、母豬更加係農家嘅財產，但佢哋成日滾泥食雜嘢，形象同靚完全扯唔上。相反，耳環係女仔嘅飾物，象徵斯文同優雅。將呢兩個完全相反嘅形象放一齊，就形成一個好誇張嘅對比，突出唔協調嘅效果。廣東話歇後語好鍾意用動物嚟做比喻，例如烏鴉嘴黑或者雞姑騎馬，因為動物嘅特徵好鮮明，容易俾人記得。豬乸呢個形象喺廣東文化入邊可能仲帶點親切感，因為豬同飲食文化好有關聯。但一講到戴耳環，就即刻俾人一種荒誕嘅咗嘅感覺，幽默感就出嚟嘅。講咗咁多理論，我哋嚟講個輕鬆嘅小故事，等你哋感受下呢句歇後語嘅趣味。話說喺一個小鎮，有個叫阿明嘅男仔，佢好鍾意幫佢嘅女友打扮，因為女友係鎮上出名嘅時尚達人。有一日，鎮上要開一個農村時裝 show， 阿明心血來潮話要幫佢嘅豬乸，一頭名叫肥肥嘅母豬都參加。阿明攞咗一對女友嘅閃亮耳環，費咗九牛二虎之力夾喺肥肥嘅耳仔上，仲幫肥肥搽咗啲粉紅色指甲油，話係要全套造型。點知一到場，肥肥唔單止四處亂跑，仲將耳環甩咗落地下，仲踩咗一腳，全場人笑到碌地。哇，阿明，你呢個係豬乸戴耳環，不倫不類到爆。阿明雖然有啲尷尬，但佢笑住話，至少肥肥今晚係全場焦點。豬乸戴耳環呢句歇後語真係好貼地，佢用一個好誇張嘅畫面俾我哋明白唔協調嘅意思。喺人生入邊，我哋有時都會唔小心豬乸戴耳環，例如試啲怪怪嘅新嘢，結果出洋相。不過試新嘢有時都係一種勇氣，唔係咩？只要唔怕俾人笑笑，人生都可以好似阿明同肥肥咁，充滿笑聲同樂趣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希望大家記得呢句有趣嘅歇後語。下次見到啲九唔搭八嘅事，不妨用豬乸戴耳環嚟形容，一刻保證俾人笑。新聞報道完畢，請大家訂閱留言，俾 like 本大師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大家。多謝大家支持。